近排睇緊套劇，重溫大台理論。雖然自己從嚟都唔算係大台嘅 fans 啦，不過有啲金句已經深入民心。例如俾獎金，哇，送100萬當係碎銀。年初落任嘅立法會議員啦，就一共送出咗900幾萬獎金。信報今個星期出咗一篇報導，調查上屆立法會舊年12月底各個議員辦事處開支申報。發現39位未有連任嘅議員入面，有30個，一共向157名議員助理發放總金額達到940萬獎金或者花紅，平均每個人有6萬蚊落袋。講到底，呢啲都係公帑，立法會又唔係盈利機構，啲助理啊有啲咩功勞值得去分紅呢？如果同50億相比，嗱，齊頭當係1000萬咧。都係碎銀啫噃。政府最近刊憲嘅政府季度帳目顯示，今年再撥出50億嘅非經常開支，用作維護國家安全嘅專門款項，係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第3次撥款。計埋今次，政府累計6年嘅國安開支專款撥款增加去到180億。呢筆錢係點用嘅呢？一如既往，財政司長辦公室回覆查詢嘅時候，只係話按港區國安法第14條，國安委工作信息不予公開，所以唔會進一步披露專款嘅細節。